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做伙来吟诗圣诗117首，河顶奇妙听堂。咱昨对以西结书的第15章来进入耶路撒冷受刑罚，上帝通过先知用3种的譬喻，昨是头一个讲到耶路撒冷亲像是无结果子的葡萄树枝，这树枝无有路荫，只会当来拍远，甲用火来烧毁。今日咱要进入的是第16章第2个譬喻，是耶路撒冷亲像是基路不忠的基路共款。这章是以西结书上长的一章，拢总有63节。咱做伙就来看今日这段的圣经节。第1节，上主阁对我讲：人主，你着互耶路撒冷知伊所做通仰恶的事，着甲耶路撒冷讲：至高的上主安尼讲，你的本居地，你出世的所在是迦南人的地。你的老爸是阿摩利人，老母是赫人。你出世的时，无人甲你等在，用水甲你洗清气，嘛无人用盐甲你拭身躯，用布甲你包地，无人可怜你来甲你做遮的代志。你出世的时，互人迄伫田野，因为你互人讨厌。我行路对你遐经过，看到你伫会中摇摇动，我对你讲，虽然你规身躯拢是血，毋过你着活落去，着活落去。第7节，我栽培你，亲像在照顾园里的农作物，你渐渐大汉，发育诚做少女，2年结实头毛长，毋过犹原赤身裸体。我对你遐经过，看你已经成熟，会为谈情说爱。我用外衫掠砍你无穿衫的身躯，甲你立誓结盟约。我至高的上主甲你结约，你就归属我。这段的圣经节规章是咧讲到上帝甲伊的子民这个人民的关系。这个关系亲像是一个男甲女的关系，总是男女这个婚姻的开始，是因为这个男主角对这个女主角对婴仔出世就怜悯伊收留伊，所以本来是无共地位无共身份的，总是因为这个约，因为这个怜悯，所以将这个气使婴仔来称做是家己的囡仔，甚至称做是家己的有人安尼来款待。虽望咱用咱人这个人际关系真困难去完全来想象。
但是这段的形容就是上帝甲伊的子民甲咱人的关系。则讲到伊这个气塞的婴仔，受人气塞的婴仔，伊的老爸是这个迦南爸母是对迦南地遮出来的人，甚至伊的老爸是这个阿摩利人，伊的老母是黑人，拢是伫即个迦南地的所在，麦当讲是南国犹大，因进迄个所在，才会那阿的囝的才会族才会族总是上帝来拣选因，然后通过因阿伯拉罕所拣选的才会后代，等来到伫迦南地，然后安尼互伊对弃因无人爱无人知，然后甲伊安尼照顾到伊大汉，然后佫开始发育长大成熟，真做是一个美丽的少女。咱继续来看第9节，我用水甲你洗身，甲你身躯的血洗清气，佫用油甲你抹。我互你穿绣花的水衫，高洁的皮鞋，幼麻布的头巾，佫甲你穿丝绸的外套。我甲你西装打扮，甲你挂手环、发链、片环、耳钩，用花冠甲你戴。安尼你有金银的针塔，穿幼麻丝绸，甲绣花的水衫。你用上好的面粉、蜂蜜甲橄榄油做食物。你生做真水，水到会当做女王。因为我至高的上主甲你糟蹋，互你积水，你的美貌就传遍列国。毋过你靠势家己的美貌甲名声去做娼妓，放纵情欲，甲逐个过路的人惊淫。你用你的衫糟蹋山头淡、山头淡，伫遐惊淫。即款代志无应该有，由来嘛无应该发生。才讲到即个少女对红婴仔出世，互人气煞然后上帝就是即个主人就来收留伊，甲伊车养到伊大汉，甚至佫甲伊糟蹋，佫互伊过真好诶生活，互伊当水甲会当做女王。但是等伊开始水起来了后，伊煞用伊诶即个外貌，只有靠家己诶外貌来吸引人诶即个眼光，甚至用家己诶身体身躯来去甲人来行淫就是过了是一个无会当来甲伊家己诶身份来匹配来变做是一个对落诶生活17节，你摕我互你贵重诶金银珠宝，铸造查甫人诶像，亲像妓女甲因行淫。你用我甲你绣花的水衫甲因抹地，佮甲我互你的油甲香料献互因。你佮将我互你的粮食，就是上好的面粉、橄榄油、蜂蜜，摕去做芳芳的祭献互因。代志就是安尼，至关的上主安尼讲，你甚至将你甲我生的后生查某囝当做祭物献互偶像，你家己的淫乱还无够死无？你阁抬我的儿女当做祭物，用火烧献互因。你做妓女甲做通厌恶的事，甲你细汉的时气身裸体伫会中摇摇动的情形，拢放袂去得。所以这段就咧讲到，当遮的上帝所拣选的子民，因来进入迦南地，上帝互因会当伫迄个所在来成做国王，成做王后，因会当名声传到远远。但是因煞去行属灵的淫乱，拜遮的偶像，遮的过路的客，来入遮的迦南地，遮的民族，因所拜的偶像拢摕起来服侍，甚至佫拜即个上可恶的，就是献家己的婴仔，来用火烧死，来献互即个当地的即个神明即个代志拢惹上帝生气，所以应该甲上帝结连，然后来有即个敬虔的护佑，亲像这就是以色列人甲上帝所生的儿女，才会后一代信仰的后辈，然后总是因煞互因信仰的后辈。
无伫即个信仰的内面，搁去对外口的风俗，甚至搁甲因抬死，遮拢互上帝非常的受气，甚至因拢袂记得因过去是安怎样对上帝甲因拣选，甲因抱转来，安尼甲伊养饲，即马煞来糟蹋上帝对伊的栽培，甲伊的疼。23节，至高的上主继续讲：你惨嘛，你有灾祸啊！你做遮个歹代以外，搁伫城内去做回流，伫宽阔的所在去拜偶像的官台，你伫街头巷尾去做官台，互你的美貌变做贪厌恶的，你搁放纵情欲，甲所有过路的人行淫，你的好色的厝边。你甲好色的厝边埃及行淫，你放纵情欲来惹我受气，所以我要伸手刑罚你，收回我互你的福分，我要将你交互怨恨你的非利士人。虽在因对待你，连因嘛因为你的淫乱感觉见笑，毋过你要无满足，搁甲亚述行淫，连安尼嘛犹原无满足你淫乱的欲望。你搁甲熬最新你的巴比伦行淫，就是安尼，你犹原无满足。所以上帝拢点名做记号，遮以色列人因的历史，不管对古早阿伯拉罕的时代埃及，甚至到伫进入迦南地遮个非利士，可甚至到即个王国时期的亚述阿兰，甚至到因北国南国受掠了后巴比伦。因拢甲因有交叉，拢有即个暧昧的关系，淫乱属灵上的淫乱，来拜将新神，拢来拜遐偶像，无来敬拜上帝，来惹上帝受气哦。所以伫到上帝讲，伊要好好来教示甲教训啊。所以遮讲到，不管是遮个南边的埃及，还是东边的巴比伦，北边的亚述，甚至伫地中海边的遮个非利士，拢是伫耶路撒冷四周围。但是因见一个就爱一个，因看到一个外国的新民，就袂记你家己的上帝，遮尔啊淫乱，所以上帝彻底生气。30节。至悬的上主阁讲：你实在互我非常受气。你做遮个代志，亲像毋知见笑的基路做。你伫路头做回流，伫广场起悬台，伫遐行琴。你比基路阁较毋值，因为你无要摕人的钱。你是淫妇，宁可甲外人私通，无爱家己的丈夫。基路是甲人摕礼物，你颠倒送礼物互爱人。你引诱因对逐所在来满足你的情欲。你甲一般的基路无相款，毋是人来找你行淫，是你去找人，你无收人的钱，颠倒倒贴，你甲其他的基路颠倒反。所以上帝愈讲愈生气，而且嘛看到即个以色列百姓的行为真正是比即个一般的基路更较毋值，因为一般的基路至少伊要有收入，以色列做基路，因是倒贴，甚至连家己的后代拢甲互出去，拢送出去，家己颠倒是输甲痛苦，所以上帝非常的生气，来讲出以色列人。因的上人的信用，就是伫上帝咱来看，就是亲像安尼啊。因想要通过遮拜外国的神明，甲外国的国家会当建立关系，用外交会当来帮助家己的国家。结果呢，因伤空伤芳，想到最后拢一切是空空。结果佫惹家己的上帝来受气哦。继续来看35节，当你即个淫妇。耶路撒冷就听上主的话，至悬的上主讲：你放纵情欲，为爱人劳献你的下体，甲因行淫，搁摕家己的儿女做祭物，献互通厌恶的偶像。所以我要甲你所有爱人，无论是你合意的，还是讨厌的，对逐所在调集来攻击你。我要伫因的面前，甲你烫光光，互因甲你规身躯看了了。我要审判你，亲像审判行淫、甲杀人的查某人。我要伫大受气甲怨妒中，甲你刑罚，甲你处死。我要将你交伫因的手，伊要毁你的回楼，毁坏你的棺材，拔你的衫，抢你的珠宝，互你赤身裸体。
以色列人因的回廊，因的关台，就是因家己所起开即个耶路撒冷城，因伫即个城顶，想讲伫迄个所在真平安，因伫即个所在，因会当真安稳，然后看倒位倒一国吼，会当好佚佗，倒一位会当有通挖靠，因着去甲人倒贴，甲人去。敲锤，甚至即个王无好好来牧养治理即个国家百姓，颠倒是对外国嘅风俗，亲像所罗门歹带头共款，安尼来去千里迢迢去找外国嘅新民，煞将耶路撒冷圣殿嘅上帝煞甲放袂记，所以上帝讲，伊互上帝见笑，上帝互因嘛共款嘅见笑，互因真正是安尼褪光光看了了，然后呢？上帝会生气到怨妒，要甲伊刑罚到处死甚至伊所有所积聚的遮个物件，财宝，上帝拢要甲伊摕走，一项都无甲因留落来。40因要带军将来攻击你，用石头甲你钉死，用刀剑甲你剁喙，因要放火烧你的厝，伫真侪妇女的面前甲你刑罚。我无要互你搁做妓女。了钱倒贴爱人，安尼我的大受气才会消，我的怨妒才会煞，我才会平静，无搁受气。你袂记伫细汉的时，我安怎对待你，颠倒做遮的做遮的事，惹我受气。所以我要照你的所做报应你。你已经做遐侪可恶的事，是安怎要搁惊淫？至关的上主安尼宣告。咱看见上帝甲人的关系，就亲像是拄开始老爸甲查某囝的关系，即马变做是丈夫甲太太的关系。上帝所爱就是会当忠心，就是会当来友好，就是会当来敬重即个彼此的关系。总是以色列人因无安尼来做，所以上帝生气，一直气到真正甲伊电甲金闪闪，真正修理教师甲安尼金死时的时阵，上帝会生气才会消。上帝是讲，伊要想说，互因是一个新的人这个就是要经过上帝的教示，经过上帝的修理，才会当真做是一个新创造的人，甲上帝当恢复正常的关系。咱继续搁看44节，上主讲，若有人要用俗语甲你骗上，一定会讲，有其母必有其女。你真正甲你的老母相款，去杀家己的丈夫甲囝儿；你嘛甲你的姊妹相款，去杀家己的丈夫甲囝儿。你的老母是赫人，你的老爸是阿摩利人，你的大姊是撒玛利亚，伊甲伊的查某囝住伫你的北边；你的小妹是索多玛，伊甲伊的查某囝住伫你的南边。你学因的所做，做通厌恶的事，毋若安尼无偌久，你伫逐方面拢比因搁较歹。上帝开始来圣晓，点名做记号，有其母必有其女，就是这个这个咒诅是对顶一代安尼传落来，甚至来抛夫弃子，安尼来做一个淫乱的妇女。其实咱咧看这段会当来对照的，就是以斯帖记，以斯帖，伊嘛是对一个孤儿，去互伊的这个接到来抚养，诚做伊的义父，伊甲互伊嫁互即个波斯的国王。但是咱当看着以斯帖，他知恩图报，伊嘛有勇气。但是以色列人颠倒是倒摆，完全的相反。总是以斯帖也嘛是后来才有即个人物所以对照即个以色列书，会当看去以斯帖，诚做是一个清流。但是伫迄当时耶路撒冷，因除了对因的顶一代迦南地，才会留落来，才会败坏事，搁有甲撒玛利亚，就是即个北国以色列的首都，以及索多玛，索多玛这是搁较早是阿伯拉罕甲罗德迄个时代因为从罗德之后，索多玛、俄摩拉就去毁掉到当就是地中海死海，嘛无人继续伫迄个所在来徛起。但是上帝用这的譬如就是不管是大到亲像这个北国以色列撒玛利亚，也是细到亲像是罗德伊所住这个城市，索多玛、俄摩拉，但是呢，只要是对上帝干净、对上帝不忠的，上帝拢会安尼降灾祸来刑罚。
所以咱嘛看见北国以色列去亚述来灭掉，索多玛、俄摩拉就去上帝降硫黄的火来毁坏。但是呢，上帝讲因遮已经遮严重啊，但是竟然耶路撒冷比因搁较严重。所以因说耶路撒冷要受的刑罚，是一个综合，综合拢甲加起来，拢拼伫即个耶路撒冷的心上啊。这嘛是咱伫进前头前有十四章讲的，上帝要用这刀剑、饥荒、野兽甲瘟疫做一道做一摆来拼伫耶路撒冷的心上。78节，至关的上主佫讲。我指我的性命日势，你的小妹所多玛甲伊的查某囝，无做你甲你的查某囝所做歹事。看咧，你的小妹所多玛的罪是安尼，伊甲伊的查某囝的罪是骄傲，就是因食米充足，安稳过好日子，毋过无照顾困苦甲散车的人，因骄傲做我看做厌恶的事，所以我甲因消灭。这项事你今知，撒玛利亚犯的罪较无你的一半。你所做可恶的事比因搁较侪，你所做可恶的事，煞互你的姊妹比你较正直。你竟然为着你的姊妹辩护，但你着承担家己的见笑，因为你犯的罪比因搁较可恶，煞互因比你较正直。但你着知通见笑，因为你互你的姊妹看起来比你好真侪。所以上帝用过去的历史来对照即卖耶路撒冷的人。知影过去遮的历史，遮的索多玛也好，撒玛利亚也好，因拢真清楚，这拢是无应该，这是做歹，这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但是煞无想到家己比因搁较惨，甚至因的罪，撒玛利亚的罪只有耶路撒冷的罪一半，索多玛，俄摩拉，因的看起来颠倒搁比耶路撒冷搁较好，发生什么代志，上帝头前拢甲伊一一来点名。53节，上主对耶路撒冷讲：我要互索多玛甲撒玛利亚以及因的查某囝对受掠的地倒转来，嘛要互你甲因做伙倒转来。安尼，你才会晓因为所受的侮辱来感觉见笑，互你的姊妹得到安慰。索多玛甲撒玛利亚以及因的查某囝要恢复早前的情况，你甲你的查某囝嘛一定会安尼。伫你车影罪恶还未显露的时，你敢毋是捌踢笑索多玛？但你要互异动人、非利士人、甲周围万分你的人，甲你踢笑，你要为着家己的淫乱、甲所做可恶的事受报应。上主安尼宣布，所以像耶稣讲，律法甲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就是你要安怎，你要上帝安怎对待，你就安怎对待人。过去安怎来踢笑别人，即马话因来受到人的踢笑，因为因会对上帝无忠心，对上帝背逆，所以因安怎踢笑遮北国王国应该死好，索多玛叫烧了应该死好，但是因煞无去谨慎提醒着家己，所以即马话别人来笑因讲应该死好，去互人来踢笑。59节，至关的上主讲：我要照你的行为报应你，因为你违背对我咒詛的话，废除甲我立的约。虽然是安尼，我要记条我伫你少年的时甲你立的约，佮坚定以诚做永远的约。你接纳你的大姊小妹的时，要想起你以前所做一切来感觉见笑。虽然我无安尼甲恁约定，我要甲因交互恁做你的查某囝。我要坚持我甲你立的约，你就知我是上主。我要赦免你所犯一切的罪过，互你为记伫遮的事来感觉见笑，毋敢搁开喙。至关的上主安尼宣布，伫上帝遮尔生气，讲甲遮尔清楚，要安尼甲伊所扣倒来即个细汉囡仔，最后带做家己的是太太，甲伊生囝，然后安尼得势伊得罪伊的即个耶路撒冷。但是上帝所有的生气拢拼了后，上帝原来会记得伊所立的约，这个约就是上帝要继续来坚定，然后上帝要赦免因的罪恶，上帝要互因知影，等因知影，等去看历史，等因知影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等因知影这个真较后尾的时阵。
因才知影原来上帝是同一个上帝，永远无改变的上帝。所以这个永远的约，会当看到亲像耶利米书31章第3节、31章31节，上帝要用不变的爱，上帝要甲因所立的定的这个新的约，是伫上帝所大受气的中间，但是上帝就已经讲互这百姓来听。今日这段圣经虽讲真长，牧师有读较紧一丝但是我选的今日的金句是伫第60节。虽然是安尼，我要记条我伫你少年的时，甲你立的约，搁建立伊诚做永远的约。所以上帝约，咱就算咱人放袂记，但是上帝伊永远记载，咱只要来，毋通，咱就爱谨慎，毋通惹上帝生气。就算咱若真正惹上帝生气，伫上帝生气拼了后，咱犹原会当经历上帝伊的慈爱。今日这段圣经互我感受，就是上帝伊用一个真悲惨的故事，这个故事安尼咱今日16章看着，感觉真毋值，咧提故事也咧提醒犹大的人民，因一步一步咧行往这个悲剧，甚至咧行往这个灭亡的中间，就爱停落来因的骹步，就爱回头，就爱回转。但是咱嘛看见上帝拼伊的大受气了后，后面是伊上帝永远无改变的慈爱，伫伊所有生气拢拼了，上帝的慈爱竟然伫迄个后面，互咱看到这个约也煞永远伫定。这个约对旧约变新约，新约变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咱的救赎，所以咱就是仰望主耶稣，互咱会当来伫主的内面得到完全，得到平安，得到保护甲掠杂。今日的代志，会当用诗篇30篇第5篇来思想虽望上帝生气但是伊的生气只有一时久，伊的稳定到一世人。虽然规暝有天哭，天一个更就有欢喜。愿咱受上帝教示管教的时，咱无累志也无失去对上帝望，互咱知影，咱受上帝管教是因为上帝疼咱伊也要安尼永远的疼来对待咱。今日是9月22，今日是世界这个国际无车日这个主要就是咧提倡大家尽量莫开家己的车尽量会当用大众运输工具，坐火车、坐交通车、坐公车，甚至骑 U-bike 铁马，也是行路互咱这个大家会当去。每一天有一天的时间，会当去用无共款的交通的方式，互咱会当来保护咱的大自然甲地球。1862年，是这个美国总统林肯来宣布9月22宣布解放黑奴的宣言所以伫美国南边的这个黑人，这最努力，因伫这个宣言中间，下令会当恢复因的自由大家庆祝。今日也是咱教南教会60周年环岛的第3梯次。今日透早要伫这个火车头坐火车来出发。虽望顶礼拜有报有3个风台要前后尾要来总是求上帝看顾保守，拢会当真顺遂，也当一路平安。咱为着今日的祈祷，就是咱用耶利米书31章第3节。古早时耶和华上帝以色列显现讲。我要用永远的疼来疼你，我要以我的慈爱来吸引你。愿上帝的慈爱真正吸引咱一世人群体伊，咱做伙来祈祷。亲爱主，感谢你，互阮认捌你，真正是永无改变的疼。虽望阮看到有时阵你的受气，有时阵阮看到你的愤怒，阮常常伫圣经中间看到上帝你变面，上帝你的刑罚甲教示。但是因为出伫你的疼，所以上帝你才有这个行动。愿上信心帮助阮，互阮真正来看见甲明白上帝的疼是永远无改变，也帮助阮今日一日所做所教的，拢有主你甲阮同在，也有主你的保护甲保守。安尼恳求甲祈祷，拢是靠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吟诗217首，上帝真正是我上帝。上帝真正
食，毋但伊运会好，米干多证明望纪念，上帝行当主民，上帝是个我运当点，安稳自在欢喜。愿上主赐福你，保护你；愿上主的面会光照你，施恩互你；愿上主欢喜的面看你，守住你平安。阿门。